舊年一宗拖延達到15年嘅醫療事故申訴，因為醫務委員會即係醫委會一度決定永久擱置，引發咗社會對香港醫療監管體系嘅廣泛關注，要求改革嘅呼聲此起彼落。申訴專員公署近日亦都發表咗同醫委會相關嘅調查報告，批評醫委會處理申訴嘅監察機制有唔少系統性問題同埋不足，並且向行政當局提出咗21項改革建議。為咗完善本港醫療專業嘅監管機制，醫務衛生局正草擬醫生註冊條例修訂內容，目標係喺今年嘅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條例修訂草案。醫生註冊同埋醫療監管制度係關乎全港市民福祉同埋香港醫療專業嘅國際聲譽，係值得社會高度關注同埋支持嘅。根據香港法例，醫委會負責執業醫生嘅註冊同埋紀律規管事宜。事實上，社會要求醫委會全面改革嘅呼聲並唔係始於今日，多年嚟相關討論持續不斷。究其原因，醫委會嘅職能同埋市民大眾係息息相關，確保佢工作以公眾福祉為依歸至關重要。根據醫務衛生局近日向立法會提交嘅文件，修訂醫生註冊條例嘅主要方向包括優化處理申訴嘅機制同埋改革醫委會嘅組成兩大項。喺優化處理申訴機制方面，政府提出咗多項嘅建議，主要包括：一、要求醫委會為申訴處理機制各流程訂立目標處理時間；二、確立初步偵查委員會及研訊小組獨立於醫委會運作，並且加強獨立審裁員參與申訴處理；三、喺處理涉及已被法庭定罪嘅醫生嘅紀律程序嘅時候，除咗特別情況之外，訂明研訊小組應該採納喺定罪時法庭就事實作出嘅裁決；四、容許申訴人同埋相關醫生均可以就住研訊小組嘅裁決向醫委會申請覆核，或者向法庭提出上訴；五、列明醫委會督導秘書處工作嘅責任，以及秘書處須就工作向醫委會負責等等。喺完善醫委會組成方面，社會一直關注目前由註冊醫生提名同埋選舉產生嘅委員達到16名，佔醫委會32名成員嘅一半。公眾對呢個組成方式早有疑問，擔心醫委會未能公平處理每宗涉及醫生嘅申訴，希望進一步增加業外委員數目，以反映社會嘅聲音。增加業外委員，某程度上可以帶來更公開、公平嘅印象，但係應該增加幾多先至合理呢？新增嘅業外委員又應該點樣挑選，先至可以兼顧醫療專業要求同埋民情民意，真正為香港醫療制度擔當把關人角色？參考其他地區，澳洲相關機構嘅業外委員比例係1/3，英國則係1/2，兩者都高於香港現時嘅25%。除咗數量之外，業外委員嘅背景同埋來源亦都需要考慮嘅。正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指出，增加業外委員雖然可以加強監察嘅功能，但係若果人數過多，而業外委員又缺乏專業知識同埋對醫學名詞嘅理解反而可能拖慢程序效率。盧寵茂所講甚有道理，我絕對認同完善醫委會組成係唔應該為改而改，關鍵在於體現專業、效率、公平、公開、公正等嘅原則。一切係必須以市民福祉同埋保障香港醫療專業嘅國際聲譽為依歸。喺呢個前提之下，我認同政府喺立法會文件中嘅建議，醫委會嘅業內委員部分應該加入政府委任嘅非官方醫生同埋基層醫療代表，以確保唔同專業嘅知識同埋經驗可以帶入醫委會。至於最受市民關注嘅業外委員方面，政府建議因應近年醫療發展趨向跨專業協作，醫委會應該加入由其他醫療專業人員擔任嘅指定職位。我認同上述建議，此舉既可以確保新增委員對醫療程序同埋專業要求有一定嘅認識，喺處理醫生註冊同埋紀律規管事宜嘅時候，有效發揮監督同埋建言功能，同時保障醫委會運作效率，實在係雙贏之策。
最後，政府亦都建議藉住修例放寬特別註冊途徑，容許合乎資格嘅非香港永久居民，亦都可以經過特別註冊獲得醫管局聘用。咁喺取得專科資格之後，繼續喺公院服務最少5年，先至有資格轉為私人執業專科醫生。政府作出上述建議，背後嘅理念十分清晰，就係盡量為公營醫療系統吸納新血。等公立醫院有更多專科醫生為病人提供服務。由於醫管局係會繼續執行優先聘請所有合適嘅本地大學醫科畢業生嘅政策，並且有足夠實習職位同埋專科培訓名額吸納本地畢業生，故此相關建議係唔會影響本地畢業生嘅就業同埋接受專科培訓嘅機會。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專科醫生不足嘅問題早非朝夕。現屆政府時不避難，勇於改革，敢於求變，以解決呢個多年嘅大問題，絕對應該給予支持。醫療監管體系必須與時俱進，喺保障醫生同埋病人權益之間取得平衡，先至可以真正取信於民。市民對於香港醫療體系保持信心，唔單止惠及普羅大眾，醫學界亦會因為社會嘅信任而直接受益。隨住多宗醫療事故申訴被指無理拖延嘅事件曝光，改革醫委會嘅呼聲日益高漲。醫委會改革勢在必行，社會聲音必須喺醫委會裏邊得到反映，社會關切亦都必須喺改革中獲得充分嘅回應。呢個時代巨輪向前之勢，無人能抗拒，拒絕改變絕對唔係可行嘅選項。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註冊醫生都明白並且認同病人福祉永遠應該居於首位。期望特區政府、醫委會同埋立法會喺審視各地經驗同埋本港實際情況之後，可以達成共識，揾到既切合本地需要，又能保障市民權益同埋專業自主嘅改革方向，進一步鞏固國際社會同埋市民對香港醫療體系嘅信心。